唔知道擺吉祥物同埋風水唔係中式風水嘅專利，西洋占星都有呢？等我用西洋占星介紹下2026年開運小貼士啦。我哋西洋占星咧，永遠都係講行星嘅，而每一個行星都有佢唔同嘅能量，所以如果你想 boost up 佢哋嘅能量，就可以根據嚟緊我哋講唔同行星嘅 function 同埋物件去做啦。首先，如果你成日都覺得個人冇乜活力，做人冇乜目標咁樣，或者你個人喺工作或者日常生活裏面不停需要有創造力嘅呢，就可以嘗試強化下太陽嘅能量啦。太陽呢係我哋太陽系嘅發光體，佢象徵生命力、創意同埋集中能量，所以咧你可以多啲擺放有個人特色嘅物品啦，例如自己嘅卡片有自己個名嗰啲啦，或者自己 business 嗰啲相啦，立體打印你自己個樣嗰啲公仔啦，或者一啲刻咗自己嘅名嘅小把設都可以嘅。嗱，另外呢，一啲發光發熱嘅嘢都可以增強太陽嘅能量噶，例如暖爐啦、燈啦。尤其是嗰啲圓碌碌成個太陽咁樣嘅黃金燈呢，就係最好啦。嗱，即係嗰啲一條成條光管嗰啲呢，就冇咁好嘅，同埋一啲五顏六色，總之唔係白色啊、黃色啊嗰啲燈都唔好啦。最好呢，就係白色同埋暖黃色嘅燈。嗱，暖黃色呢，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好嘅。同埋咧，而家好多人用 LED 啦，LED 咧因為佢唔暖啦，所以雖然佢可以做到太陽嗰個光嗰個效果，但係如果一啲暖啲嘅燈咧，係會更加凸顯到太陽嘅能量嘅。嗱，所以坊間嘅一啲岩鹽燈啊，或者嗰啲熔蠟嗰啲香薰燈咧都唔錯㗎，因為粉紅色嘅關係，佢仲可以凸顯埋金星嘅能量。咁呢啲咧遲啲都會講嘅。嗱，放咩地方呢？地方都可以幾百搭嘅，例如一啲日常生活嘅地方啦，或者一啲你成日見到嘅地方，咁見到佢就會充滿活力啦。或者你做嘢啦、睡房嘅地方都可以。咁當然啦，睡房就唔好擺啲燈啦，或者唔好成日開住嗰啲燈啦。咁你喺睡房嗰度呢，擺一啲增強自己嘅能量嘅嘢都可以嘅。嗱，最後啦，如果你係獅子座嘅話呢，就更加要強化太陽嘅能量，因為獅子座呢係太陽守護，太陽嘅能量呢係好幫到你噶。之後啦，如果你自己覺得成日情緒低落，或者同人哋缺乏情感連結，想要心情被滋養嘅感覺呢，甚至如果你成日瞓得唔好，都可以嘗試連結下月亮嘅能量。月亮呢係夜晚用溫柔嘅光照耀我哋嘅行星，佢喺陰陽裏面呢係象徵陰性嘅能量，所以佢代表情緒啦、休息同埋情感連結。嗱，本身月亮呢係好中意銀色嘅嘢嘅，所以純銀啦或者任何銀色類嘅物品都可以，最好呢就係啲圓碌碌或柔和啲嘅，或者你可以喺床頭掛一盞月亮形嘅燈，係啦，月亮月牙形啊或者滿月形都可以嘅。你可以塗一啲月球形狀嘅燈都唔錯噶，或者月亮咧都同占卜同埋身心靈有關係，咁所以如果你有頌缽啊、塔羅牌之類呢啲占卜嘅身心靈器具呢，你都可以放喺一啲需要你靜心嘅地方。不過我自己呢，就唔建議你將呢啲占卜啊或者靜心嘅用具放喺床頭，費事平時呢可能呢啲用具呢已經有啲唔好嘅能量黐喺嗰啲嘢度，影響你瞓覺。嗱，如果呢啲嘢冇嘅話呢，你可以擺一啲柔和波浪形嘅物品，例如如果你床單呢好似有啲海浪啊、波浪形啊咁樣呢，咁就 perfect 啦。或者淺藍色嘅嘢，咁即係可能啲淺藍色波浪形、海浪形嘅床單就最適合不過啦。咁咧，而嗰啲地方呢，就盡量唔好擺啲有聲或者嘈吵嘅物品，因為佢會騷擾月亮嘅能量。有光呢都可以，但係唔好啲太殘眼嘅。地方方面咧，就擺啲需要靜心嘅嘢嘅地方啦，例如床頭啦、休息嘅地方，或者飯廳呢啲咧，促進家人感情嘅地方都可以，因為月亮咧都象徵同家人嘅情感連結嘅。嗱，最後啦，如果你係巨蟹座嘅話咧，就需要注意強化月亮嘅能量啦。加上本身月亮嘅能量咧係傾向冇咁穩定嘅，咁所以巨蟹座嘅朋友咧要注意多多補足月亮嘅能量。如果你要返工，日日都要同人溝通，或者秒秒鐘幾廿萬上落，希望促進思考、溝通同流量嘅人，你就可以考慮下強化水星嘅能量。水星咧係行得最快嘅行星嚟嘅，所以佢象徵快流量，例如 retail 啦、生意嗰啲，咁佢亦都象徵思考同埋溝通啦。除此之外啊，就算你係做一啲小手作嘅人，靚嘅水星咧都會幫助提升你嘅手藝㗎。水星本身咧都同資訊科技同埋文字有關，咁所以如果你想增強水星嘅能量咧，可以喺嗰啲地方擺放手提電話、叉電啊嗰啲，咁等你成日個電話咧都係黐住喺嗰個位嘅。
又或者可以擺放電腦啦、書本啦、俾嘢寫嘢嘅 notebook 啦。你可以想象佢係一個文昌位嚟嘅，放呢啲好似好文昌嘅嘢就啱啦。如果顏色嘅話呢，灰灰藍藍就係佢最中意嘅顏色。呢啲嘢呢，可以擺喺 meeting room 啦、書房啦，呢啲成日需要見人或者交通嘅地方。例如如果你泊車啦，或者自己架車都可以㗎，因為水星呢都象徵短期嘅交通。但係我唔係叫你擺電腦喺架車度會俾人偷啊！你可以將架車嗰度呢整一個電話叉電器，跟住你電話一上車，你哋就黐上去就得啦。如果你係雙子座同埋處女座嘅話呢，都可以補足一下水星嘅能量，以強化自己嘅守護星。之後嗰粒行星啦，呢個呢就比較容易理解嘅，佢象徵桃花啦、人緣啦，尤其是女人緣。咁呢一刻呢，我哋就要處理下我哋嘅金星啦。金星呢係愛與美之神。所以佢象徵靚啦、女人啦、享樂啦、舒服啦，同埋香港人最中意講嘅錢。所以催財運嘅話呢，就一定要聽啦。金星中意扮靚啦，咁所以化妝品啊、美容啊、靚，尤其是金色啊、粉色嘅嘢呢，佢就最中意。佢本身都中意藝術啦，同埋享樂。咁所以如果你屋企有藝術品啊、樂器啊、錢罌啊，或者貴重嘅飾物呢，都可以放喺嗰啲想催運嘅地方。可以擺喺睡房啊、手袋裏面啊咁樣。金星呢亦都掌管和平良好嘅人際關係，咁所以咧喺工作嘅地方啊，或者係 meeting room 呢，你可以放呢一啲咁樣嘅物品去催化人際關係。咁如果你想發展呢個辦公室戀愛呢，上面提過嘅嘢都可以放喺你公司嘅台頭噶。金牛座同埋天秤座呢，就係金星守護嘅，所以以上呢啲物品呢，都可以增強你個人嘅能量。如果你新一年想增強你嘅行動力或者競爭力，或者你覺得生活悶悶地所需要多啲刺激呢，就可以刺激一下你嗰粒火星嘅能量。火星呢係作戰之神，佢充滿活力同埋行動力，亦都經常為咗捍衛自己嘅目標同埋利益而奮鬥。所以新一年如果你唔想 hea 住咁過呢，你可以試下運用火星嘅能量。火星係咩呢？所有行電嘅嘢啦，即係電器啦，或者尖銳嘅嘢啦、鐵製嘅嘢啦、運動用品呢，都同火星有關。咁當然呢，你自己的起心肝做運動都得嘅，係啦，因為運動呢係最直接可以增強火星能量嘅嘢。不過要注意呢，因為火星象徵刺激，咁所以嗰一啲嘅物品呢係唔適合擺喺睡房或者一啲需要休息嘅地方，即係你唔好將你嘅球拍擺喺睡房一樣。如果唔係嘅話呢，你可能會瞓唔着或者休息唔到噶，因為火星同月亮象徵瞓覺呢係唔 friend 嘅。最好嗰啲物品呢擺喺一啲需要動力啦、精力啦或者做重大決定嘅地方，例如老闆嘅房間，係增強呢個決斷力嘅。如果做生意想要多啲行動力嘅話呢，咁當然又未至於將嗰啲咩鉸剪啊、刀刀叉叉啊放晒喺鋪頭嘅。其實簡單用紅色或者有火嘅樣嘅嘢已經 OK。例如嗰啲假火嘅暖爐呢，咁當然個暖爐最好係開住或者熱嘅，或者香薰蠟燭呢啲有點火嘅嘢呢，都可以催旺火嘅能量。咁你或者得閒可以燒下鼠尾草嗰啲咯，咁都可以增強火星嘅能量嘅。火星呢就守護白羊座同天蠍座，所以呢兩個星座呢可以多啲運用火星嘅能量，會增強佢嘅本質。跟住大家最重要嘅幸運啦、機會、發展去旅行，就要留意我哋嘅超級幸運星木星啦。木星呢係喺太陽系裏邊最大嘅一粒行星嚟嘅，咁所以佢象徵幸運啦、擴張、機會啦、發展、玩樂，最精嘅係咩呢？財富啦。一啲象徵幸運嘅物品啦，例如四葉草啊、催運嘅護身符啦，或者你上網買啲木星樣嘅貼紙啊、擺設都可以嘅。跟住呢就係可以用錢，例如一啲貴重嘅珠寶啊、黃金啊、金元寶嗰啲都可以嘅。咁如果金元寶呢就大隻啲啦，一係呢一兜裏面有好多隻，細細粒嗰啲都可以，凸顯木星大同埋多嘅特質。如果你中意買奢侈品啊、名牌嘅話呢，都可以用多啲奢侈品嚟增強嗰一個嘅氣場噶。唔中意買名牌或者呢啲首飾嘅呢，都可以買啲大件嘅裝飾或者家私。不過香港就寸金尺土，呢個就難少少啦，都係啲幸運嘅嘢啦，或者奢侈品呢就算啦。顏色嘅話呢，可以用多啲紫色。木星嘅能量呢係好溫和，亦都好百搭嘅，所以起居啦、office 啦、睡房呢啲地方呢，其實都可以擺多啲木星嘅嘢，增強嗰個運勢。尤其是啦，如果你係人馬座同埋雙魚座呢，木星守護嘅你哋就非常之適合啦。
最後咧就講土星。一般人其實都好少會諗咧點樣形容土星嘅，因為本身土星咧係象徵壓抑、紀律、壓力、冷卻之類嘅嘢，咁聽落係啲唔係幾好嘅嘢啦。但喺人生裏面咧，其實土星係非常之重要。土星可以幫你緩和過分刺激嘅事情，例如如果一啲需要緩慢進展嘅嘢、慢慢建立嘅嘢咧，土星都係非常之適合㗎。又或者我成日見到嗰啲有去做服務嘅行家，成日話啲客無啦啦 cancel booking 或者 no show， 多一啲土星咧，增強一下穩定嘅氣場，可能可以增強埋客戶嘅紀律性㗎。例如係啲咩咧？一啲睇落好硬啦、好悶嘅嘢，例如石頭啦。中意水晶嘅人咧，如果你買嗰啲原石咧，就最適合啦。所有木嘅製品，例如有啲人好中意聖木啊、檀香咁樣，甚至係木製嘅家具咧，都係非常之土星嘅嘢。顏色啦，就係啲深色或者黑色嘅嘢。如果你覺得一個地方太刺激、太多爭拗同埋紛爭，可以多用呢一啲土星嘅物品同埋顏色去緩和。但係記住唔適宜喺睡房之用嘅，因為土星傳統上咧係一粒唔係幾好嘅色啦。簡單嚟講，佢係空星嚟嘅，所以佢對得太多咧都未必係好，所以要注意用量。有啲人中意木製嘅家私可以，但係如果除此之外成埲牆都油晒黑色咧，咁就會太hardcore啦。尤其是咁樣係對睡房唔好㗎。土星有機會令到你發噩夢或者瞓得唔好，甚至演變成抑鬱。不過山羊座同埋水瓶座咧係土星守護嘅，你可以增強土星嘅能量。不過都係嗰句啦，唔好擺喺啲睡房或者太 relax 嘅地方。有機會山羊座同埋水瓶座我調翻轉咧會建議你用多啲太陽或者月亮嘅能量，捕捉你哋本身壓抑或者大壓力嘅弱點嘅。除咗以上呢啲物品之外，其實晶石或者首飾，甚至係香氣之類嘅咧，都可以增強唔同行星嘅能量。如果有興趣知多啲咧，歡迎你去我哋 Patreon sign up Tier 1，了解多啲晶石首飾邊啲係會適合你同埋增強你嘅氣場啦。咁你哋啱啱見識咗咩叫西洋占星嘅風水啦？其實我哋西洋占星嘅風水擺設咧係比中式容易嘅，因為我哋係唔需要每年都轉，亦都唔需要將空間分成9個格仔，跟住逐個格仔睇究竟係吉定係空，或者擺啲乜嘢。咁呢個係中式啦。其實基本上咧，只要帶住屬於嗰個行星嘅物件同埋顏色，甚至香氣咧，已經可以同嗰個行星嘅能量作出連結。但係特別嘅係咧，我哋西洋占星擺風水咧，每個人嘅方位其實都唔一樣。我哋仲要 detail 到計埋角度添。呢個咧係要根據你嘅出生時間啦同埋日期去定奪嘅，要我哋呢啲專業占星師先至可以幫你查到㗎。所以唔能夠喺 YouTube 就咁講完，大家 exactly 要擺喺邊度。如果你有興趣咧，我哋而家有一個個人催運嘅 package， 好快就可以俾個 report你乜嘢方位擺咩物件。有興趣就 DM 我啦。